天崩下的部落那天以后，纪录片于114年5月16日台北华山光点电影院，114年5月20日花莲芙蓉大饭店办理台北及花莲2场次首映会。2024-04-03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改变一切的日子，一场规模7.1的地震，不只是山崩地裂、道路中断，更重创了我们的家园与生活。然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族人们选择不被击倒，而是用脚步踏实前行，用文化与信念撑起这片土地的希望。感谢本次参与的长官、贵宾、媒体朋友及族人们莅临现场，透过这部纪录片，一同见证秀林乡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，并感受泰雅族族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。这个纪录片，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快1年的时间。这不仅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，我觉得这也是要送给所有台湾人的一份力量。只要我们心连心，只要我们凝聚，只要我们团结，即便受到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一定会解决。这个影片最大的一个意义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秀林乡已经没有像大家想象中这么严重。我们秀林乡已经站起来了。0403不是结束，而是重新开始。我们透过产业重整、观光转型、防灾强化，一步步踏实向前。希望透过这部影片，让外界理解我们的努力与现况，也让族人彼此看见，我们正一起走在重建的路上，不孤单，不放弃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